大家本千万日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这两天有网络新闻报道，日本电器大公司伫咧 CES 消费性电子展览发表因上新的音响系统。这套上新的喇叭会当帮助电动车省电省67%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喇叭的喇，读喇啊喇第二条。古早为台语字典写这字读做喇第一条，意思是唱甲大声讲话，咱讲是喇歪，意思就是足欢喜。另外，还有一个同款的词，讲是喇配、脆配配，同款嘛是足欢喜、足痛的意思。另外，喇配嘛会当形容一个人生活伤过车花，嘛会当讲是喇天。另外，还有一个词，就是喇赢，意思就是讲一个人食饱伤过赢，含人滚耍笑，甲人搅吵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喇叭，是一款的乐器，会当讲是号头。喇叭嘛会当讲是音响设备发出的声音。另外，还有车的发声器，用来警告或者是叫人赶紧的设备，咱嘛讲是喇叭。第二个词读做喇叭锁，这是咱民间讲的一款传统的门锁，因为伊的形亲像喇叭同款，该讲是喇叭锁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老母咧念因后生，一个转来到厝里，无看到人客，无声无息，伫咧听拿个喇叭放送音乐，一手开喇叭锁入去房间，实在真无礼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喇，古早字典有写另外一个音读做喇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